鄉親朋友，大家好！來聽聽玉美老師好好做運動哦。怎樣來做運動呢？有多種方法哈。他用抽凳呢，就可以練肚子的力量哈。你看，不管你抽凳、騎凳，你來通到一隻腳，你來行路，哈，你也你手錶一樣，你來行路係咪腳要抬起來？好，你腳抬起來係哪個力？核心的力量，肚子丹田的力量。好，那核心就係你身體的肚臍眼中間呀。好，故說你看你抽上來啊，你腳抬放起來，也兩片就會當緊實的。好，不用下去。好，抬起來也兩片就當緊實的。好，不用下去。故說呢，你樣誒練到人肚臍，就會痛人腳。好，痛腳之前呢，你要記得人家的肚臍眼收進去，好，提肛縮腹。好，你按呢，手錶呀肋骨。好，吸氣的時候，好，吃到肋骨打開來；吐氣的時候，舒轉了些，人家骨的核心就會吃到力。好，然後呢，玉美老師就講，抽凳來就可以練到人的腹部。好，先縮腹提肛，提肛最後你來偏收些哈，提肛縮陰，偏收些大號小號，你來有上會按呢打輪順，就按呢。你縮一下，繼續去提肛誒。好，你提好些，好，不用多呀。你先好腳抬起來，好，抬右腳，你就挺多呀，莫挺痛。唔要腳酸了，嘿呀，你會知道你手不用呀，手叉腰，嘿咩呀，一個肌肉就很的，好，不用輕鬆。好，你抬左腳，好，你自己去檢查，你自己，腳一抬起來，嘿咩你，嘿呀，側邊的力嘛。好，不用強手，有冇？抬腳，係咪呀？係嘛哈？那你確定了哦？確定呢？抬腳不用強手，抬腳不用強手，抬腳不用強手。你確定了以後，你就提講哦，練肚臍的力當重要。好，練肚臍的力呢，你都抽凳的哈，你就可以幫你回饋更多的這樣的能量啊哈。過一下，你腳伸出來，不用強手，伸出來。你伸出來也可以練到大腿肌肉的力量，都不用強手。好，有冇？你試看呢哈。好，伸直，好，彎曲，抬，放，抬，放。你肚子冇力，你還能抬不起來嘞。你挺有還能功夫誒。好，做10度啊哈，來1，嗨，2， 3，慢哦，4。個單位啊，6、7，身體唔好按衰到了呀，你衰到呀就用人腰位，叫人腰位個人嘅人嘅背囊嘅力量，冇用到人嘅腹肌啊，哈，都抽上來，那抽上來，身體呈垂直，你這樣可以練到啊哈，好，鬆一鬆，鬆一鬆，好，拍一拍，看起來簡單啊，做起來冇簡單啊，好了。手叉腰，好，唔可以按呢，大家就習慣有一個東西哈，好，彎曲，好，要彎曲哈，伸出來，好，伸出來，抬腳，不用強手，抬腳，不用強手，抬腳，不用強手，因為按你就懂實力了咩？好，那做10度啊，哈，來1，嗨，2、3、4、5、6、7、8、9、10。要動酸，要動圓，好，腳沒動伸圓了哈，你就拍，就釋放能量，好，你就記得你常常數標了呀，好，提醒你自己，好，簡單的最後按呢，簡單的最後按呢。你按你做108下，你肚子就出到動到力嘞。好，個抬腳，好，然後呢，抽凳好勢，你放起來去按樣誒，放起來去，好，腳存好來，吸氣，放起來，莫凳呢，好，屁股尾骶骨收，好，收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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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
放，有冇？好，不用好了啊，當神人呢，好，抽張來，啊，好，你就抵講，等呢哈，你抽等呢，抽等哈，冇乜感覺，你離開去現怎樣啊？完全咧靠人都市嗰啲咯，好，個因為老師個做啊哈，來向下做哈，手叉腰，先強強誒，先強強誒，好，屁股離地，唔好按前面哦，身體唔好按前面啊，你做按呢，離開。尾骶骨收，好，讓下來，離開，好，讓下來，離開，加油加油加油，有做嘛？踢高誒，踢高誒，真係踢高誒，好，一下收放收放收放，10度哦，身體垂直，2、3，唔好按強迫哦，4、5、6、7、8、9、10，哎呦喂呀！中醫院都是有酸啊，拍拍拍拍，好鬆鬆鬆鬆，鬼神的好呢，好，很前面有等的同好教啊，你講有姊妹啦，哈，兩公婆啦，哈，屋卡有朋友啦，你就利用等的哈，不能做當多深層的瑜伽，好啊，好，過來呢。一下呢，身體呢，哈，抽張來，一下按腳，同樣啊哈，你手柄了呀，哈，按呢，你一個，按呢，就還簡單呢，張開始按呢簡單，冇按呢哦，你按呢發，你就冇用到肚子的力了，你來抽張來，好，抽張來，胸挺起來，好，手柄了呀，好，你就要讓你的手來找腳，腳來找手。唔要豎下去，腳上來，下來，拍，上來，好，1、2、3、4，還夠到誒，6，唔好按呢哦，唔好按呢，身體摩托，7、8、9、10，有冇？有知道身體收起來嘛？哈，一做108下，好，按聽我來算哦，算2個10度，好來，1、2、3、4、5、6、7、8、9、10，加油，加油，再加油，90度哦，來，1、2、3、4、5、6、7、8、9、10，吐氣啊，不要享受，吐太氣，吸氣。吐氣，好，我們知道流汗呢，鬼神呢熱起來，哈，當多種方法吧，你抽點做，沒做起點做哦，你抽點做，過另外一個同樣哈，當多變化，你的變化就唔會知道當無聊咩，總係做完呢就難死做，好，然後腳抬起來，吐氣，吐氣，吐氣。你可以右邊做，左邊做，右邊擴胸，吐氣抬腳，好，你可以右邊做10下，左邊做10下，好，左邊做右邊做，動作的，好，要帶大家帶鄉親朋友大家來，做右邊10度，左邊10度，好，兩邊10度，那你就知道個哦，根本你對自己有交代的哈，有交代的，跟我根本有運動到了哈，好，慢慢的一下哈。手打開來，擴胸，唔好按呢，唔好按呢，好，你胸擴開來，擴胸，好，慢慢的吐氣，吸氣，好，吐，吸，吐，吸，1、2、3、4、5、6、7、8、9、10，完畢，1、2。加油！3有做嗎？4有聽懂嗎？6、7、8、9、10，兩片哦。耶！你向下算，3鄉親朋友，你向下算，6、7、8、9、10，啊，吐氣兩享受，好，頭抬起哈。
舌尖壓在三碼舌尖，輕輕的不用都壓在額頭上面，舌頭上顎，好，你這邊老師，一鳴老師要放起來了。一鳴老師的運通呢，就是老太家講，行到哪做到哪，好，隨時隨處哪裡就可以做運通，冇聽錯，好。等你當方呢，係因為大部分呢做得錯，你就冇放起來去，好，做得衰，你就冇放起來錯，也按照改變方式，好，參加下個錯等的動作有冇？有冇？放起來，抬，同樣的意思嗎？有冇？1、2、3、4、5、6、7、8、9、10，好，你同樣按係唔係做？按你個輕很輕鬆嗎？好，下背咩同樣？1、2、3、4、5、6、7、8、9，呼胸吐氣，呼胸吐氣，開心吐氣，開心微笑，開心吐氣啊！做到懂，鬼神那是懂捏的哈，好。鄉親朋友，一鳴老師帶大家作為運通呢，就是隨時隨地哈，行到哪走到哪，好沒吃到哦，有一點微喘哈，按你這樣對身體的幫助輕大哈，不管你喺坐凳也好，企凳也好，哈，總之你要記得脊椎要擺正，哈，坐張來哈，抬腳也好啦哈。這個扭轉也好啦，哈，加上手也好啦，做乜個都好，哈，開心最好，哈啊，開心一定會有好的能量，好的荷爾蒙，一定會健康，哈，先休息一下哦，先調深呼吸哦，去感覺人個身體，感覺人個開心。鄉親朋友，繼續來同一鳴老師向下做運通哦，繼續努力。一下那種帶大家做乜嘅呢？坐墊就可以慢跑哦，你相信嗎？坐墊就可以跑步啊，哈，手動起來啊，腳動起來哈。咁樣嚟做呢，一下同樣，那個腳哈，最後可以變到哈，膝蓋呈90度，先坐上來，哈，坐上來，一下咪當流行嘛個超慢跑啦，哈，跑步啦，運動啦，馬拉松啦，哈，一度做去戶外啊，去戶外啊，哈，三日頭又嫌太熱，哈，落雨又冇方便出去，哈，一鳴老師教大家，坐墊呢就可以跑步哦，哈，人家先數，好，你看往前，還沒來到要108，好，往後，還沒來到要肩頭，好，當。數啊，唔好用力強的。你看手前一手後，因為你那個數來到呀，往數來到後背的時候，你停一下，你去感覺講，肩頭有來到哦，好，最重要你的手掌哦，好，往前的時候，你又知道講數掌有來到，好，慢慢的給我換邊，好，你先有覺知有感覺，好，慢慢吸氣，好，吐氣。好，想象講，你也係去做運通。按坐凳的時候呢，你數那個幅度做較大條誒，好，你就可以來到肩頭，來到人個背龍骨，好，全部就可以伸展到。好，慢慢的吸氣，慢慢的吐氣，好，腳，好，先數哦，好，慢慢的慢，1、2、3、4。6、7、8、9、10，好，那就是做那數的，哈，數的動作，哈，腳呢，同樣哈，同樣抬腳、抬手，腳唔係做動作哈，腳抬起來，站起來，抬腳的時候有講到咩？用到腹肌、腹部、腰部的力量，有冇？抬腳，好，然後數個腳分開做，哈，腳放起來，你去吃到人個腳的力量都沒，好，吐氣，放輕鬆，好，吸氣，你去感覺，
吐氣不用向上。有外國的報道啊，數腳無數無腳的人，其實用意念、用想象，佢會做馬拉松，會做跑步。我還不用個安尼儀器測試啊，佢增進個身體的能量，還有個跑步的能量。呼說意念當重要。好，你看有發現冇？抬腳放鬆，抬腳放鬆，抬腳放鬆。好，你腳你張開是安尼冇相干。好，慢慢的那卡狗的位，卡狗的位。好，也配合數了，一前一後嘛哈。你腳安尼，好，慢慢的跑步，好，慢慢的，一咻，好，慢慢的吸氣，吐氣，吸氣，吐氣，吸氣，吐氣。你吃的當快樂啊，運動還當快樂呀，你吃的開放起來。好，慢慢不用享受，慢慢的不用享受，吸氣，吐氣，有冇？好，放鬆。好，你速度還加大喂，你這還加大喂，你這個做還加大喂，沒可以用數，做還加大。好，腳還加大的，用數腳好分開來做。啊，張開始呢，你開始講，你腳的髖關節啊、手啊抬不抬起來，抬中跳冇馬上起來，因為老師教你，哈，用腳那個老鷹式腳拿上起來，疊過來，好，安尼。你假使講，你可以安尼就安尼，你假使講可以繞起來就繞起來，好，那個髖關節啊，那個大腿的外側啊，大部分人哈就懂很。你就沒辦法，好做安尼繞起來的動作。故說你一步一步的，張開是安尼，好，慢慢的呢，然後給繞進去。那人哈，行住坐臥，任何時候，那腳就打開來的，好，睡木啦，坐墊啦，好，坐墊啦，好，睡木啦，好，行路啦，腳都會打開來的。唯有個瑜伽按神聖的個安尼設計。好，然後你腳按那老鷹式，好，把腳繞起來，它把你的能量，你身體的能量不會外放，不會外射外散，不會浪費，全部收到你的核心，好，從我們的海底輪、脈輪，好，到我們的臍輪、心輪、喉輪、眉心輪、頂輪，所有能量，你會發現到，按你手髒髒，好，你就用按你方式。來訓練人的腳的柔軟度、腳的彈性，好，然後人可以幫忙，不管那爬山的啦、跑步啊，哈，做運動啊、跳舞啊，像安尼瑜伽動作、安尼運動呢，都是幫助我們做身體的復健，參與復健樣啊，哦，那腳可以做哦，手沒可以哦，你看吸氣，手向前，哈，右腳。都當行數沒同樣右手疊過來哈，一咻，哈，同樣按呢，好按呢，繞過來，因為一下按呢數沒嘿，那個嘛個迄個有50肩啊、肩胛骨啊，數位有問題，你就用按呢方式，好，慢慢的吸氣的時候向當行，好，吐氣的時候不用下來，好，慢慢的吸氣向當行。好，吐氣不用下來，有很多老鷹手、老鷹腳，像這邊人是可能要看人數坐在安尼捲在一起嘛，哈，都有它的困難吶。好，慢慢的打開來，好，吸氣，好，慢慢的你做復健一下哦，吐氣，好，慢慢的吐氣，來放起來，好，去感覺腳的伸展，好，慢慢的吸氣再來。好，吐氣的時候同樣啊，你看嘛，王建民啦，個打球的啦，不管嘛個羽毛球啦、籃球啦，所有的球類運動，用手的，用手掌、手的個力量的，所有的復健動作就係呀。好，慢慢的回來，好，吐氣，打開來，好，慢慢的不用享受。好，腳還唔記得啦，很有記哈，腳打開來，好，慢慢的，好，不用享受，好。不用享受，
安尼做起來手要輕鬆，腳要輕鬆，哈，手輕鬆，腳輕鬆，做好後，做過後，現在來做加個跑步，唔要吃哦，更加爽快，更加靈活，好，更加舒適哦，好，同樣啊，右腳在上，哈，做完以後，一天要有左腳在上的個安尼平衡哦，記得了哈，好，然後同樣手拿起來，好，疊進來，假使講冇辦法繞進去，冇關係咯，安尼咪可以，好，玉美老師總會好在呈現出那個運動的個安尼最後的可以做到的個程度，你可以讓人腳安尼伸來，好，你是可能可以伸嘛，好，做我們的伸沒冇同樣啊，無所謂冇關係，好，同樣的個安尼功效，好，冇同樣的姿勢，同樣有安尼達到個安尼效果，手張來啊。好，同樣啊，吸氣，手向前。好，剛下右手到當行也做數哦，做數先到當行。好，安尼先交叉。剛開始你們可以做一下暖身。好，安尼做一下暖身，做一下暖身。好，做數向當行，右手拿過來，安尼，先安尼，有嗎？好，你先安尼啊，先倒起來。好，慢慢的吸氣的時候抬上去，往上。好，吐氣的時候不用輕鬆，要按照老鷹手哈。你看哈，那個手背啊，上手背、中手背、下手背完全沒縫隙。你發現沒？腳老樹繞起來，好，一個動作按照老鷹式。好，你看老鷹式都天空飛翔。啊，底下有看到一個目的地，一個獵物的時候，腳安尼扎一下樹，翅膀扎一下，記住。有得到個有想要的安尼獵物的嘛？好，慢慢的吸氣的時候啊，好上來啊，上來，好吐氣不用輕鬆，好打開來了，同樣打開來，好吐氣，好慢慢的你去個提醒自己講，你數好，假使剛剛你就甩動一動，好腳慢慢的，好拿起來，不用輕鬆。好，你發現冇？你身體數了腳啊，可以做很多的變化，做很多的動作，又會帶本人身體健康。好，故說呢，你就回到講，我數安尼做好。好，同樣啊，吸氣的時候，也偏沒同樣，做復健哦，來過來。好，左肩膀放鬆，放下，靠近，吐氣。好，手張來啊，唔好彎腰駝背啊。好，吸氣，轉來。做剛才老鷹手呢，全部都做一個安尼哈回復的動作哈，慢慢的吸氣，吐氣不用輕鬆，好，慢慢的吸氣，好轉來，好吐氣不用輕鬆，好，腳的伸發啊，靈活啊，關節啊哈，手腕啊，手肘啊，肩胛骨啊，肩膀，好，腳踝啊，膝蓋啊，那個太高過，全部慫恿啊，你就發現一種。哇呀！給跑步的時候，你看手變輕鬆了哦，來下高了哦，哈腳呢腳抬得比較高了哈，你看腳，它輕鬆了哦，走下腳了哦，它伸發了哦，有冇？你就可以做安尼，抽動的跑步哈，吸氣，吐氣，吸氣，吐氣，好，你就會發現到，你要先數把腳和手腳並用。你就點不易，你就發現講，來抽到下，哈，做到做，抽到做下，抽到躺下，同樣可以做運動哦，好，各位鄉親，你們好棒，做得很棒哦，記得了，當日做運動，好，按姿勢。